专讲话南福建话的新家年头，潮州话的新家，还有广府话的，新正头，其实就是讲新的价格。为了更较准确来表达 Gregorian New Year， 我会讲是新年，然后农历新年，我就固定叫伊新家。中华民国教育部中篇典地零史典修订本有记录，新家节气一农历价格等本间新家是每件新家说，重视故国春送欧阳修白沙溪新家初铺时新家初铺三五卷上半节气二农历价格初一等四红官日店家相逢但祝新家寿对过打球步景吹送绿油林子紫色是老红新家很恭敬，却是做事好正营。